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伫影幕内面在观看咱今仔日直播的兄弟姊妹，伫清早起的时，咱三甲组织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虽然无用实体见着面的方式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总是相信你在观看的兄弟姊妹，你已经备办好做伙来敬拜主。邀请你，若会使节，邀请你的身躯边毋捌参加礼拜或者朋友，甚至你的亲人，招伊来做伙来看，做伙爱安静来听主美好的真理。伫咱的倒手边，咱所看到这两个 QR code， 你会当摕你的手机甲拍开这个相机然后你甲伊瞄准看你是要倒手边也是正手边。倒手边是咱今仔早起牧师的讲道，正手边是咱提摩太的牧区，也就是主日学因的直播的节目啦嘛，请咱做伙会当来邀请咱的小朋友会当做伙来参加直播的这个早起时的礼拜。咱三甲伫今仔日，咱要三甲用祈祷，甲上帝会当来做伙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咱要做伙安静，咱要做伙伫祈祷的中间来敲找上帝的心意。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祈祷的中间来认识上帝的心意。上帝意爱咱会当三甲伫祈祷的中间来敲找主，咱嘛备办心来求上帝来引带咱，互咱的敬拜会当充满着盼望，帮助咱的生命若得到智慧的心，嘛互咱伫头前面对疫情，咱会当更加有正向、有够佳的健康来为主来活。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阮意爱来到主你的面前，是上帝你的恩典。阮搁通伫这个时，用安静的心来敬拜主。主啊，阮的心，阮的生命，虽然有最操烦，虽然有最惊吓，甚至阮有可能要搁伫艰苦的中间，在面对这个病情所带予阮的伤害。求主你怜悯阮，求主你帮助阮。今仔日，阮三甲会当参与这个圣会，虽然阮无法当去到教会来敬拜上帝，但是阮真欢喜，三甲组织会当通过这个直播的节目，互阮三甲搁一摆来听见主你美好的真理甲福音。愿上帝你赐福伫今仔日，互每一个听甲讲的人，拢平平得到主你的赐福。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圣神陪伴阮的心，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要同心来为着全国所面对疫情的控制来祈祷。注意，这个标题叫做“全国疫情的控制”。人若无控制，人若无好好来管理，我感觉这个社会人甲人的中间拢充满着埋怨的声音，所以你常常拍开节目看10分钟，你就会看见政府咧讲政府啦，还是讲人着政府咧鼓舞咱人着爱配合。其实人拢无法度通配合，往往是因为咱无法度通控制家己。求上帝帮助咱做伙为着几项事来祈祷。求上帝互咱有一个这个敏锐的智慧，有敏锐的察觉能力，而不是人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人家说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不是这样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态度，敏锐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好的习惯，好的防疫的习惯，勤洗手、戴口罩、量体温、定期的温度量体温、消毒，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一起配合国家所需要做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有灵的生命。主啊，恳求神赐给我们圣灵加倍的恩膏，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的旨意里面是充满平安。主啊，让我们的生命
不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主你而活。主啊，我知影，在这个社会，我国家在面对疫情，因比阮更加操烦，甚至这每一个医疗人员，因是付上偌济代价甲心力，但总是有侪人伫背后用负面，甚至用无法度通去体谅的心来去看待政府。我唔知安尼讲，敢是会当带来什么改变？但是阮通清楚知一项事，就是阮着爱做好阮家己分内的工课，互相鼓励。人甲人的中间，着爱有智慧，成做一个好的管理者，乃唔是用阮的嘴来互相咒詛、互相谄媚、互相操烦，甚至互相讲负面的话。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有智慧，互阮的生命唔但管理好，嘛互阮的生命会当去祝福别人。愿上帝你赐互阮，伫全国疫情的控制中间，阮着爱成做一个好的国民，成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嘛当成做一个好的台湾人，成做别人的祝福。愿上帝你赐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第二，我们要一起来为全国的教会祷告。教会所有的礼拜都取消了实体礼拜，为的是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减少人跟人的接触里面，能够降低传染的机会。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家庭里面，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我们没有埋怨，唯有一起顺服。我们要学习使用多媒体。若你还没有好好使用的，我们要鼓励你在观看或者是听到牧师邀请各位这个重要的消息。希望大家一起学习在家里面用灵修、用祷告，更多的跟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牧者做良好的联谊交通，透过媒体的方式来建造机会。主啊，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回应主，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我们一起开口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在顺应这个世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依然能够成为一个学习的子民。我们的学习的生命，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向你呼求，因为你是救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若能够在祷告里面为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我们相信我们要成为教会的祝福。虽然教会，每一间台湾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面对疫情所带来不同的改变跟聚会方式的调整，但是阮明白有一项事无变，就是阮听主你的心。阮要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一粒愿意更较多为教会来祈祷的心。教会，阮虽然无法度通去到教会，但是教会伫阮的心内一直在建造一个要紧的教会，就是阮的生命就是教会。阮的生命就是要成做灵修常常甲主美好建立关系的生命。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清楚知，伫这个要紧的时刻，是上帝你要教导阮的生命，成做一个建造教会要紧的时阵。愿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嘛互阮虽然无伫实体的礼拜中间，阮要求会当继续尽心尽力尽意听主上帝，用阮的生命，用阮的金钱，用阮的生命专心的奉献来回应主上帝。求上帝你赐予阮，帮助阮伫咧观看，用祈祷、三甲敬拜的这兄弟姊妹，愿通得到平安的心。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命关系来祷告。这个疫情所带给我们的是极大的伤痛，
是极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正向的人，我们要减少负面的。我们可以去了解，但是我们不要用负面的来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政治领袖人物来祷告，祝福他们。我们要更多正向的元素在我们生命里面，透过关心，透过包容，透过爱心，透过彼此的谅解。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自我管理的能力的人。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活泼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说出更多正向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祷告里面经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明白，虽然环境的险恶，但是我们的心依然在主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神你的怀抱当中，虽然外面的环境险恶不安全，但是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乐有盼望。我们的话语也要说出造就人的好话。无论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在观看，在领受许多外面的事物，是不断的在影响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依然要活出喜乐有盼望。主啊，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清晨的祷告，我们做伙用祈祷，用恶乐，用敬拜，犹原要将荣光归给主上帝。愿上帝你感纳，愿每一个在你面前用安静的心敬拜的兄弟姊妹，三感领受这个丰富的生命和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在我们今天的敬拜以前，我要邀请你跟你旁边的家人、弟兄姐妹、朋友，跟他说，今天我们一起经历丰盛神的爱。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敬拜当中，我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观看，用手机 QR code 的扫描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敬拜跟牧师的分享，让我们一起在敬拜里面将那个平安的福音能够带给我们的亲人朋友。所以邀请你的朋友跟家人能够撇开那一些他们可能正在忙碌的事情，不要做了，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听主的话，来祝福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要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领受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就是神爱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有许多我们不知道如何在神的当中来领受，但是神依然爱我们，神没有离开我们，神依然用他的爱在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一起来唱。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圣灵，求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试炼
众人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次对主说，我们要依然的爱主，因为神依然爱我们。有时候我不明白，不管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何遇到什么样子的苦难，但是神依然在我们当中要告诉我们。为何你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将这些苦难带到我们生命里面，而让你不知道走下去的路。但是神告诉我们，神要透过圣灵来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不要怕，求神的灵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继续祷告，求神圣灵来亲自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前面所要面对的道路。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人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人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因为他的爱让我们能够得以刚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报告几件事情，特别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进入非实体的礼拜，但是我们的心依然彼此连结在一块。所以呢，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特别用2种方式来取消实体礼拜，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可以透过网络，透过彼此的连结，特别透过网络的方式来看见我们的聚会。好，所以我们有2种方式，一种叫做微型主日的群体，那我们5人为限，就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那我们教会同工，如果你有需要，特别在你的家里你没有这个这个网络，那你也没有电视可以来转播的，那么我们同工会去到你的地方家里面，然后来做简单的消毒，做应该有的防范。那我们一起在家里面5个人为限，那么我们来做这样子的帮助跟协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的主日，就是你可以透过手机，那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自行观看。
这是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做的调整。当我们在礼拜当中，我们依然还是有奉献。待会我们要一起透过奉献来完成我们每次的聚会。我们奉献的方式呢，我们采取3种方式哈，就是特别留意一下。第一种就是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建堂，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奉献，因为我们的教会建堂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教会募款的慷慨，咱的募款的奉献，咱嘛会使继续，咱预完继续，吼，咱会当看咱的这个PPT 内底吼，在内底账号，吼，咱教会会分这个实体周报。如果你有需要这个实体周报你会当打一通电话来到教会，牧师也是同工就会甲你寄到你的厝里，寄去到恁兜吼。所以当请咱注意一下你若要为着教会建堂的奉献，你会当用转播这个划拨啦吼，划拨甲这个银行的这个汇款拢会使。另外就是教会经常费的奉献，你嘛会当用划拨的吼，然后经常费的后面你甲注明一下，你要做经常费。所以阮就无记名啦吼，无甲你记名所以请咱会当注意者。另外一部分，你连出去外口面做划拨嘛无方便的兄弟吼，请你咱伫礼拜的中间，小等的咱就要继续来做伙来奉献。咱伫奉献的中间，请你备办一个白色的这个信封袋，然后将你今仔日你所要做的奉献，就甲伊放伫内底。然后你会当周间摕到教会，甚至摕来互咱的会员指数，咱会当甲你做记录，请咱会当做伙配合。所以这个时阵，牧师嘛要邀请咱伫奉献的中间，咱要三甲会当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咱的上帝期待咱每一摆咱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上帝，咱的奉献，那你生命的奉献，包含咱金钱的奉献，咱就要甲伊分别做成。所以邀请咱这个时，咱备办咱的心，咱做伙伫阴暗安静的中间，咱会当做伙安静的心，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要将今仔日阮所献上的金钱，放伫主你的面头前，求上帝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互阮所献的金钱会当成做教会的使用甲路用。若教会有需要，伫地面上有侪人因欠缺甲不足，主阮有通有遮的经常的费用通奉献互主。这是上帝你大大的恩典，愿上帝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互阮所献的会当成做芳芳的祭，得到主你的欢喜。若帮助教会，嘛会当祝福人，互阮的生命会当哪奉献，哪得到主你的欢喜。阮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各位兄弟，今仔日牧师要用一段圣经节，要跟咱来分享。我要用一个主题，叫做享受平安的智慧。上帝给咱的生命是一个足特别的生命。圣经内面讲，约翰福音14章27节，讲我将平安留予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我赐予恁的，甲这世间的予人。甲这世间得予人的无同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惶。各位兄弟姊妹，
咱来做伙来思考，上帝予咱的平安是什么？伫这个世间有侪侪人，因伫惊吓，因常常咧思考，到底我的生命拄着环境咧变化，我是毋是会受影响？有无？啊，你上了解，现今你上了解，连我本身每一个人，拢因为这个 COVID-19 新冠病毒的影响咱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在甲咱讲，我将平安留予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我赐予恁的，甲这个世间的予人的是有同款无？是无同款。所以咱来知影，恁的心，耶稣甲咱讲讲咱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我就一直在想，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是要害怕呢，还是要像学习耶稣所说的？他说毋通着急不安啊，嘛毋通惊吓。所以邀请你跟你旁边的家人朋友跟他说，毋通急，毋通不安。最后佮伊讲，嘛毋通惊吓。耶稣非常爱我们，在我们遇到前面的道路，他比我们都还了解。但是耶稣早已经跟他的门徒说，神要将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徒一定要非常明白一件事情，咱的生命有平安，你有平安无？你的生命内底有平安无？兄弟姊妹，主耶稣讲，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伊讲我的平安，耶稣讲我的平安，咱知耶稣基督，你甲我这个我甲解释叫做基督的平安。我的平安就是基督的平安。什么是基督的平安？就是救世主，神要透过耶稣基督再次救我们。所以每位兄弟姊妹，咱来思考哥罗西书第3章15节，安尼讲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来支配恁的心，为着要互恁有这个和平，恁受警调，成做一体，恁搁着时常感谢。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思考，咱既然成做一个团体，是一个疼的共同体，咱就要互相伫主的疼的内底，要有和平的心嘛。什么叫做和平的心？有时候基督徒人跟人在一起为了环境的事情，讲到那个环境恶劣的事情越讲越生气，越讲越担心，越讲越害怕。有时候你会看到基督徒也是人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所赐给人和平的心，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和平的心，爱主的心，要能够支配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让这世界我们所看的东西在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时常问你自己，你每天看这些新闻节目，是这些新闻节目在影响你的生命，还是灵修祷告，主耶稣的话语在充满你的心？所以我一直在想，很多时候有很多人遇到环境的困难，他总是让环境来支配他的生命，而不是让神的话语，而不是让上帝的灵来充满你，来帮助你。所以跟你旁边的家人朋友告诉他，让主的话来充满你的心。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基督的平安有几个特色，咱来做伙来了解。第一项，基督的平安，耶稣讲我的平安有什么款的特色？有什么？有上帝已经予咱的，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予咱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得救的生命。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有，他已经从十字架死而复活，为要救我们。所以我们人已经领受到主的救恩，阿们。这就是心境里面的平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在我们面对环境多么的险恶，很多这个乱象最近这个疾病管制局一直在不断的宣导这个同一心、同一个信念、同一个行动，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东西。不管你拿什么党派，不要在那边搞党的分裂，不要在那边搞什么这执政党有的没的，不要。我们的生命是要做主所爱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境是有平安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救我们。第二个，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是里面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看到，在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你的心，耶稣说你的心不通着急，不通不安，嘛不通惊吓。这是啥？你的心啊，耶稣咧讲的是咱内底平安。所以兄弟姊妹，你若看一个人看伊咧讲话，看伊的面相，你就会看出伊心内有平安无？然后伊会常常会讲无啦，我是咧烦恼什么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唔通互你的内底影响到你的外在。所以咱基督徒要传福音，咱嘛会记得咯。咱的生命对内底是会当互看出讲你外在，就会当看到你的内底哦。所以兄弟姊妹，跟你旁边的人说，看一下，愿主帮助你的心有平安里面要有平安，生命要有平安。第三个，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有一个特征叫做人与神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一个领受耶稣基督平安的人，他不仅会跟神、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也会好好。所以不是跟他讲我自己都有在灵修，但是若看到人都无那个关系，也不爱跟人计较。甚至有的人爱跟人计较，但是就不爱跟主上帝沟通，不爱祈祷拢讲我拢知影啦。你讲的代志上帝的代志我拢知影啦。伊若甲人的关系袂歹，但是甲上帝就无介好。还有一款人呢，甲上帝嘛无介好，甲迄人嘛无介好。他特别就是喜欢特立独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平安在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是会带来人跟上帝的关系，还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说，我所示的不像世人所示的。去年台湾所经历，咱知影台湾创了一个真新热就是人拢知影台湾是一个抗疫成功的国家。可是呢，1年过后，现在你看媒体就是说，那个都是骗人的人好像又突然间开始又去指责我们的国家，指责我们的执政党，指责我们在线上在那边费心费力的人。告诉你们，世人所赏赐的平安是会因为环境而有所改变。所以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在荧光幕前观看这个节目的你，牧师要鼓励你，不要随着环境的改变，不要去看待我欣赏谁，我喜欢这个柯 P， 我喜欢蔡英文，我喜欢谁，没有那回事。他们都只是人民所选出来，尽心的做好他们的工作而已。人的平安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完全的平安，那是不可能，唯有神才可以赐给我们。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讲啥？他说我所想事的跟人所思事的是无相款。所以兄弟姊妹，咱也得记住，在咱的生命中间是有上帝平安在咱内底，别让环境来给你刺激，因为环境一直拢有无相款的灾难会一直来。但是有这样代志，你要记得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等等哦，你要等一等哦。什么意思？等一等就是要让你更多的智慧，
知道怎么去为你接下来要走的道路来做预备。有一个故事，最后我顺便用一个故事来跟咱分享。几多年前有一群因伫这真炎热的这个草丛这丛林内底咧做这修整的这个兵吼，因拄到一个足困扰的问题，就是因会拄到一种叫做带刺的藤蔓。这种带刺的藤蔓，它每次只要缠绕在这兵的身躯啦，还是因的装备的时阵，因就足歹会当挣脱。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顶刺皮这种顶是安怎因会足歹挣脱的？因为每一摆因若要挣脱的时阵因愈挣脱这门就愈刺插在因的身躯啦。所以呢，这兵因穿这种植物这种食物叫做啥？叫做等等藤啊，等等，然后藤就是等一等的那个等等，然后藤蔓的藤叫做等等藤啊。所以呢，每次他们只要一被这种藤蔓缠到的时候他们就说：“等一等，我被困住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在跟咱讲什么？有当时咱的生命，当咱拄到一个刺插咱的生命的一个病痛也好，艰苦也好，会记得你就停落来，小等一下。然后，甲你身躯边的亲人、朋友，甚至兄弟姊妹，甲伊讲，你会当甲牧师讲，会当甲长老、执事，你会当信任的人甲伊讲某物人啊，你会当等一下无？等我一下，你来甲我救，来甲我帮助。兄弟姊妹，咱人的一生拢会有无相款的灾难，但是上帝爱咱，小等。当咱要讲出一个负面，影响人的负面的话的时，咱就会记得上帝爱咱等一下，因为上帝要将平安赏赐予咱，是爱咱先小等一个中间，你就会记得。愿上帝的话亲自赐福咱，愿上帝平安赏赐予咱，予咱伫这疫情的中间，咱唔通堪人相款，伫遐讲负面的话，咱就爱讲积极正面的话来面对头前的人生。我相信你的生命会当行伫上帝平安的道路。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虽然外在环境的恶化，但总是阮也有主你通去倚靠，因为你是救阮的上帝，你是创造阮生命的救主。你若要将智慧赏赐予阮，你也要赏赐圣神的气力，常常扶持看顾阮，帮助阮，互阮伫这疫情的中间，虽然人充满着惊吓不安的心，但总是阮的生命是要悠然积极，充满平安的盼望。求上帝你赏赐阮，透过今仔日主你的话语，互阮明白，阮毋通着惊，毋通不安，毋通着急，着会记得主你的话要帮助阮脱离迄个惊吓的心。求上帝你赏赐阮，互阮的生命会当做好伫疫情的中间应该爱做的防疫的工作，互阮日常生活虽然甲人保持距离，但是阮悠然会当通过电话、通过媒体，会当甲亲人、朋友、兄弟姊妹悠然建立美好的关系。愿上帝你赐予阮做好安全的措施。愿相信上帝你若要将平安赏赐予阮，也要将教育的愿望头前要安怎行的道路引带阮来行。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平安、圣神的气力，常常甲咱三个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